强度配合检查。哦。同志，这里现场一起，赶紧防疫法有关部队，请你熄火，配合检查。请配合检查，不要熄火，不要检查。好。不要熄火，下车不要检查。放下来。眼睛不要动，配合检查。放过来。工作人员先生是。过来别。配合检查。放开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好，多谢。强制办理人员一名，法院人员在车辆前来进行消毒。